大家好，又嚟到我哋嘅評測系列啦。今日我哋要測試嘅主角就係一個煎 pan。咁相信各位觀眾睇好多影視作品或者打機嘅時候咧，都會見到有煎 pan 俾人攞嚟做防身兵器嘅。但係喺現實之中，究竟煎 pan 係咪咁好用呢？我哋呢一段片咧就會一一同你拆解。呢段影片我哋會分開4個部分。第一就係實驗嘅參數同埋一啲嘅假設。第二，對打測試，測試一下呢一個煎 pan 對於長武器同短武器究竟有啲乜嘢分別呢？第三，強度測試，睇下呢個煎 pan 可唔可以承受一個高強度嘅衝擊力。第四，實驗結果，咁大家記得睇到最後，唔好錯過個結果啦。咁喺影片開始之前，我都想同各位宣佈一下，我哋街頭詠春基礎理論課已經正式上線啦。各位有興趣嘅可以點擊下面嘅連結參加。咁英文版呢，我都將會推出，敬請各位留意啦。喺對打部分嘅假設，我就覺得煎 pan 咧對於短棍或者短刀咧應該會有唔錯嘅攻防效果嘅。咁對於長棍而言咧，我就覺得應該會難防啊，因為佢好長，好難入身。咁呢一個實驗有一個好大嘅變數就係人啦，因為我哋用兵器嘅咧係人，並唔係個武器咧去用我哋，所以咧呢一個實驗係俾大家參考一下嘅啫。如果你係一個兵器高手嘅話，咁個實驗結果當然會好唔同啦，係嘛？喺強度測試方面，由於我哋呢段片係冇 sponsor 噶，所以我呢一個煎 pan 咧我都唔知乜鬼嘢雜乜牌嚟嘅。只係我咁啱抌垃圾嘅時候見到佢幾乾淨，所以執翻嚟做測試嘅啫。我哋一齊睇一睇呢個煎 pan 嘅細節位先。佢個膠手柄同埋個鐵 pan 嘅連接位就係得一粒螺絲固定住嘅啫。我認為呢一個連接位咧會係佢最大嘅弱點。受到強烈衝擊力嘅時候，好可能咧會喺呢一個位度斷開個手柄同埋個鐵 pan 咧係會分離咗嘅。咁我哋再磅一磅個 pan， 咁大約個重量咧就係 1.1 kg， 其實拎上手咧都真係有啲份㗎啦。睇完實驗嘅假設同埋參數之後，我哋就進入下一個環節實驗測試。喺我拎起呢個 pan 嘅時候咧，都發現佢呢條邊其實幾鋒利嘅喎。如果唔小心坑到個頭咧，應該都要縫幾針㗎啦。所以為咗保護我哋嘅實驗 partner， 我都包咗海綿。咁希望一陣間嘅實驗咧唔會有咩意外啦。咁煎 pan 對付嘅兵器咧就有短刀、短棍同埋長棍3種唔同嘅距離。咁我哋就測試一下啦。
首先我哋會測試防禦嘅強度，咁因為我哋用煎 pan 主要都係攞嚟防守嘅，唔建議係主攻，所以我哋就測試下究竟煎 pan 喺抵擋呢一啲兵器擊打嘅時候咧，可唔可以承受住呢一個衝擊力，個手柄位會唔會斷開影響使用呢？然後就係測試攻擊強度，睇下佢擊打物件嘅時候會造成乜嘢嘅破壞力，同埋個手柄位會唔會斷開啦。嚟到外景實驗環節，我哋一陣間咧就會測試下呢一個煎 pan 嘅平面同埋呢一個邊緣，究竟可唔可以承受住一個咁高強度嘅衝擊力啦？我哋而家正式開始。咁我哋首先測試咧就係用短棍。咁睇一睇啦，呢個平面其實都冇乜損傷，我哋再試多一次啦。經過2下短棍重擊之後，佢呢個位咧就開始爆裂啦。我哋一齊嚟睇下，佢呢個位咧爆咗，個螺絲都露埋出嚟噶啦，已經。咁又有少少鬆，但係咪用唔到咧？又唔係喎。我哋再試下，我哋今次咧就用長棍嚟做擊打。各位觀眾真係唔好意思啦，我哋進入唔到下一個環節，就係攻擊強度測試。因為喺防禦強度測試咧，佢已經一下俾個長棍拗爆嗰個手柄啦，我已經唔可以捉住個手柄攞嚟攻擊。咁我哋一陣就翻去室內嗰度睇一睇實驗結果啦。因為呢度真係好鬼多蚊啊！喺對打部分嘅結果，我就先講短刀對付煎 pan 先。咁喺對付短刀而言，佢個攻防效果咧係幾好嘅。咁對方想用隻手捉住個煎 pan 嘅時候，咁因為本身佢煎 pan 個重量足夠啦，咁我直接打落對方隻手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可以打斷你啲手指同埋打爆你啲手骨嘅。點解我咁肯定呢？因為喺影片拍攝之前，我都試過我冇戴手套啦，同我個 partner 做一啲測試，跟住佢哼一哼落嚟，其實佢收咗力㗎啦，我 feel 到我隻手咧非常之痛啊！如果佢真係用力用盡全力哼落嚟咧，我諗我啲手指同埋手骨咧應該會爆開嘅。所以大家睇呢段片唔好覺得點解我同呢一個 partner 對打嘅時候咧，我個 partner 好似畏首畏尾，唔夠膽衝上嚟捱我一嘢，跟住之後攞刀吉我咧，係因為個 stopping power 咧都真係幾大嘅，唔係講笑。大家咧試下俾個煎 pan 拗下就知咩事㗎啦。喺防守方面，因為煎 pan 本身佢嗰個表面面積夠大啦，咁我喺喐嘅時候咧唔需要喐好多，已經可以防住嗰個對手嘅攻擊路線㗎啦。咁就令到我防禦時候個容錯率咧就會大大咁上升，加上煎 pan 本身有好強嘅 stopping power，咁其實佢打落嗰個施襲者嘅時候，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防禦嚟㗎啦。去到煎 pan 應付長棍同短棍嘅結論啦，煎 pan 嘅攻擊距離咧係比呢兩樣武器短嘅。咁當我想衝上前壓住對方嘅武器入身打佢嘅時候咧，對手只要好輕鬆退一退馬，已經好容易可以攻翻出嚟，同埋佢變得好快嘅啲招。咁嚟到防守方面，咁其實煎 pan 對付長棍同短棍嗰個效果都唔差㗎，個容錯率都幾高下。敵人想偷我隻手，打爆我隻手跌傷我咧，其實都唔係咁容易。同埋格當敵人兵器嘅時候，因為煎 pan 本身夠重，敵人武器所受到嘅反震力亦都會較強，可以影響對手嘅攻擊節奏。總括嚟講，對打部分方面，煎 pan 嘅好處係有2個。第一，佢嘅 stopping power 夠強，有效咁樣打亂對手嘅攻擊節奏。第二就係佢防禦容錯率高，因為佢個表面面積夠大，我唔需要做好多嘅移動咧，已經可以令嗰個攻擊路線遮蔽住啦。煎 pan 亦都有2個壞處，第一，對你體力要求比較高，你可能覺得喂，嗰1.1 kg 有幾重啊？
咁其實你睇重量之餘咧，亦都要睇嗰個重心分佈，因為煎 pan 嘅重心分佈咧，大部分都係集中喺前端嘅，咁所以揮舞起上嚟咧係額外花氣力。咁大家可以睇一睇歐洲有啲巨劍咧，叫做 Great Sword，咁嗰啲人咧耍得好輕盈嘅，咁其實嗰把劍本身都唔輕噶，佢耍得輕盈嘅原因係因為佢嘅重心分佈編配得好，所以你睇落去咧，一把咁重嘅劍先可以耍到咁輕嘅啫。第二，比較笨重同埋攻擊距離比較短，咁應付長兵器嘅時候咧就唔係好擅長啦。咁因為敵人只要退一退馬打翻出嚟嘅時候，你好難去入身進行一個有效嘅打擊，因為你都入唔到嗰個打擊範圍。果然同預測中嘅一樣，真係喺呢個連接位度斷開咗。咁其實喺短棍第2下重擊嘅時候咧，嗰個手柄已經開始爛爛地嘅啦。咁跟住再承受長棍嘅一下重擊之後咧，佢呢一個手柄同埋個煎 pan 咧就正式解體啦。我哋可以近鏡睇一睇呢個打爆咗個煎 pan 先，塊鐵都打到變晒形啦。咁其實塊鐵打到變形咧都唔係最嚴重嘅問題，最嚴重嘅問題咧就係佢手柄位斷開咗啊，搞到冇得再揸住佢嚟使用啦。呢款煎 pan 其實最大嘅問題並唔係佢粒螺絲，大家可以見到佢粒螺絲咧依然好穩固咁樣固定喺呢度嘅。最大問題就係佢呢個膠手柄啦，因為佢呢個膠手柄咧應該係啲比較脆嘅塑膠啦，就承受唔到高強度嘅衝擊力，就令到個手柄咧斷開咗啦。照咁睇，頭先 Jackie 你個對打環節咪真係冇意思，因為個煎 pan 根本就唔可以承受咁高強度嘅衝擊力。嗱，咁又唔係咁講喎。首先你喺對打嘅時候，呢個煎 pan 咧係活把嚟嘅，會喐嘅，並唔係定擺喺度硬食人哋武器最大力點嘅地方喺度頂住，唔係咁噶嘛。你頭先都見到啦。其次，煎 pan 嘅種類其實有好多嘅。喂，我呢款渣啫，唔代表其他款式嘅煎 pan 渣啊嘛。有啲係一體式，有啲係用扭釘咧固定住個金屬柄嘅。咁嗰一啲嘅結構咧，一定比我呢一個強好多噶啦。綜合第2同第3部分嘅實驗結果，我哋回應翻影片一開始嘅問題，究竟煎 pan 喺現實中係咪一樣好嘅防身工具呢？咁我哋一齊嚟打打分啦。咁其實好唔好用都係睇人嘅啫。咁我哋就睇下你係邊一類人啦。第一類人，你本身又冇點做運動，同埋最中意用 keyboard 同人打交嘅話，咁你連揮動呢一個煎 pan 嘅力氣都冇啊，咁梗係唔好用啦，1分。咁點解會有1分啊？呢1分就係俾你符碌咧飛中個兇徒嘅時候打咗落去塊面，咁咪俾1分你咯。但係你話你有幾 lucky 咧？咁我唔知啦。咁我又保守估計俾1分你。唔好啦，半分啦。哎呀，第二類人，你本身係有運動基礎，可以揮得喐呢個煎 pan 嘅，咁喺現實中嘅好用程度，我會俾2.5粒星。咁點解會有呢個分數呢？我哋就會逐一拆解。喺防禦上面唔需要太多嘅技巧，容錯率比較高。咁你唔需要話去練過咩武術啊，都可以好容易咁樣掌握呢一個防禦嘅技巧。呢樣嘢係好值得加分嘅。但係去到攻擊方面啦，佢就需要多啲嘅技巧啦，因為佢嘅攻擊距離比較短，同埋比較笨重，咁可能要你嘅步法、身法咧都要有所配合，咁對你嘅技巧要求咧就高少少，所以呢個位咧我就會扣分。咁由於頭先嘅極限強度測試呢個煎 pan 未能通過，咁但係佢都擋到1-2下，同埋嗰個反震咧我都覺得幾強，咁所以佢都可以幫你爭取一個足夠嘅逃生時間。咁所以佢又未至於咁低分嘅呢個環節。再睇埋便攜性同埋獲取途徑，咁 Q 大個煎 pan 點會便攜啊？扣分啦！獲取途徑方面，煎 pan 都成日出現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，例如係超市、餐廳、商場等等。就咁睇呢，都加幾多分嘅。但係有個扣分位就係，當危急關頭嘅時候，你仲要專登去攞佢。咁有陣時你又冇咁多時間俾你跑入去廚房、跑去個超市入面去揾個煎 pan 呢，咁未必有咁嘅時間啦。咁希望今日呢段片可以幫大家解開呢一個煎 pan 上面嘅迷思。咁我哋下一段片再見，拜拜。